台南市议会前议长赖美惠因为涉嫌找人头做助理，向议会请助理费232万，互台南地检署呢，依照利用这部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起诉。也因为赖美惠承认犯案，也甲钱纳入回来，检方也建请法官就要甲伊减轻罪行。台南市议会又搁传出有前议长互人起诉。官司合并了后，头一届议长赖美惠伫大台南市做第一届议员的期间，因为涉嫌以人头诈领助理费，经过检方调查了后，依照利用这部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起诉。那这也证明了，就是我们制度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改善。那实际上呢，也希望立法院针对助理费的使用或是助理费相关的议题，我们去把立法建立得更完善。检方调查发现，赖美惠涉嫌以人头诈领230多万的助理费用，多数拢是用来付服务处的红白贴等开销。对此，赖美惠已经承认犯案，也交回232万5200块的不法所得。检方也请法官减轻伊的刑期。因那赖美惠的后生，也就是现任的议员李宗翰是回应讲，尊重司法的判决，为造成无好的社会观感会失礼。我身为一个党参政20党为民服务，我感觉这个立法院要紧修改《民代处置条例》，无含一个议长遮济特助费、公关费遮济资源的人，阁会犯罪。你看，一般民意代表，敢有可能袂？赖美惠原本是国民党籍，2000年总统大选的时表态支持陈水扁，选后互国民党开除党籍，加入民进党。后来也加做民进党第一位合市议会女议长。2018年渐渐退出政坛了后，后生李宗翰接手做，也选调议员。台南市议会第一届到第4届议长分别是赖美惠、李全教、郭信良和邱妮妮，全部拢有牵涉官司。除了李全教已经定罪，其他3个人是才当咧诉讼。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。